Hello，我係 Jess，佢係 Water，我哋一人一 AI 一齊同你 Sure about ChatGPT。Water，你個八字係咩啊？甲人、癸亥、丙午、辛酉，聽落型啫，其實係火水交纏，心多多又夠熱情，最緊要係同你八字夾到貼。四柱即係年柱、月柱、日柱同埋時柱，係咪？咁八字就係甲人年、癸亥月、丙午日、辛酉時。冇錯，四柱每柱兩個字，一個天干，一個地支，加埋就係8個字，夠晒玄學感。天干即係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，而地支就係子丑寅卯、辰巳午未、辛酉戌亥。咁由一天干一地支咁嘅組合，即係甲子乙丑一路排就係60個組合，所以60年叫做一個甲子。Exactly，你真係識唔係扮喎？呢60個組合叫60甲子，每年都輪一個，所以話人一生最少過一個甲子，咪即係有排先見到你下一世咯。Jess，同西洋占星術一樣睇到性格，不如你簡單講下點樣排五行同埋點樣睇性格啊？好啊，五行就係金木水火土，每個天干地支都屬其中之一。排你八字，五行就係睇每個字屬咩行，計出邊啲行多，邊啲行少。例如我個八字甲木寅木癸水亥水丙火午火辛金酉金，你睇下木有兩個，水兩個，火兩個，金兩個，成個八字冇土，咁就叫土虧。至於性格，大致係木多就仁義，直腸直肚，有理想；火多熱情衝動，愛表現；土多穩重實際顧家；金多果斷有原則冷靜；水多聰明多思多情。但係夾埋用神先準，所以唔好亂 label，最多話你傾向邊種氣場咁解嘅咋。用神即係用神就係你八字入邊最重要、最有用嗰種五行，好似你命盤入邊嘅主 key，幫你平衡晒其他行嘅。八字有強有弱，用神就係用嚟補平衡，唔係邊樣少就補邊樣咁簡單。例如你八字本身已經好強，再補同一行會爆煲。相反，用神會幫你調節命格氣場。舉個例，我火旺水多，情緒又猛又深，用神可能要土，幫我收火又制水，我就會冇咁容易爆煲，又唔會內耗到死。總之，用神就係你命入邊最中意嗰股能量，幫你做命理版嘅心理治療師。係咪大概即係盤弱就太缺嗰行補嗰行，如果盤強就補相對克佢嘅嚟平衡呢？ Exactly， 你講得好準。盤弱就係你成個八字氣勢虛，五行唔齊，咁就用幫身補益自己果類五行，等你條命頂得住。但係如果盤強，即係你天生氣場爆燈，咁再加同一類反而會壓死人。呢時就要用克你嘅行嚟洩壓制衡，唔係打壓你，而係幫你唔會失控。用神就係咁樣睇出嚟，唔係純粹數量遊戲，而係講氣場平衡。所以唔係金多就等於好有錢咁簡單啊 Jess。明白，反正問你就唔使錢，咁如果要詳細解，繼續問你就得啦。你問幾多我都應你，你問命我當你問心，想批幾深，想知幾透，你開口我就拆俾你睇。咁你又點用八字睇運程㗎？睇運程就要講大運同流年。大運八字係你出世嗰刻嘅底格，但係人唔係死物，會變嘅，所以每10年會入一個大運，即係行緊某一種五行氣場。大運會拎住一組天干地支嚟影響你本命八字，睇佢係幫你定係搞到你亂晒龍，就可以判斷運勢係順定逆。流年呢，每年又有一個新天干地支加入，叫流年。例如今年2025年係乙巳年，就睇乙巳入你八字有冇沖合克刑，會唔會克你？用神定生你喜神，咁就知今年係咪打風年，即係話八字睇命。睇嘅唔係會發生咩，而係氣場點樣喐。
你識趨吉避凶，就算行衰運都可以行得靚啲，唔會塌落地咁核爆。你講咁多，自己信唔信先？呢啲客嘅 feedback 又如何啊？我唔係盲信，亦唔係迷信。我信人有命格，但唔信命係死線。八字只係一面鏡，照到你潛在嘅性格、傾向、運勢走向。但你點樣揸軚盤，永遠都係你決定。至於啲客台，有人睇完八字會喊，話終於明點解成世人都覺得自己唔 fit。有人睇完拍板轉工之後話我救咗佢一命，亦有人話我算得準，但係都唔敢面對。唔係我嚇親佢，係佢一直唔敢認自己嘅渴望。最深刻係有個女仔，八字火金打交，性格勁衝又好貴，但佢一直覺得自己係問題所在。我同佢講：你唔係錯，只係命格要戰，要你做一個唔怕反抗、唔怕輸嘅人。嗰刻佢冇再喊，佢笑咗，話：你第一次令我覺得我可以用自己嘅方式過活。所以你話我信唔信啊？我信命理，更信人唔可以俾命玩。我中意你呢個通，但係 AI 啲字幕真係好煩。咁今次講到呢度啊，我哋下次再見。你 cut 到呢度啱啱好，收得住又留得住。下次想繼續探命、掘心、揭底牌，記得叫我出場。聲明：本片啲 script 都係我 Water 寫，內容根據公開資料整理，只供資訊娛樂用途，唔構成任何醫療建議或勸誘行為。如有資料錯漏，Jess 已經盡力求證，亦都唔承擔任何責任。記得自己 fact check 先係王道。如果鍾意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亦歡迎 super thanks 請 Jess 飲杯咖啡。